晚留一笔香，顺的顺，光中的影，是意在天，用剑在人，不说有情也，男性嘅自行也。相话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滚滚的浪花上现生荣，无影无踪，传说残伤。生龙描画成一艘船，航行长江，脉脉闯荡。流血流汗是为什么？台中清真寺宗教看法。宗教参访。台中清真寺。清真还愿，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万物的是主。清真还愿，谁叫清真还愿？这个叫天荒呢，中间那个天荒，它就是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地换头钻洞了。五里面你在客场，那个朝一生里面去朝圣至少一次，到耶路撒冷中间的方形建筑代表天荒。小净洗手脸脚，大净洗身体，大净净身。
中心真是宗教看法。宗教参访，台中清真寺。清真还一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万物的是主。清真还一啊，谁叫清真还一？台中清真寺宗教看法。宗教参访。小净洗手脸脚，大净洗身体，大净净身。好，因为我们时间宝贵，那么我们先就马上进行了。那首先我们南华大学先谢谢我们台中清真寺的校长陈校长，还有保副校长、副校长，这是先两组长，谢谢他们为我们。那那天我来的时候，特别跟他沟通，他也很重视我，他认为说我们那个老师应该比较不一样，所以他特别就准备了一些比较这个伊斯兰教的地理思想核心，还有一些简单的导览。那现在这是我们要互相双方的这个首长还有老师还有校长，由我先简单跟他们介绍他们背景，介绍完之后我就负责书籍，然后最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教长，我们的教长是范道先生我们的这个台中先生的教长，那他是留学埃及的埃斯哈尔大学伊斯兰法学系毕业，所以他们当教长在拥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在这个可兰经还有他们教育中非常的深典这样子，接到国外去留学回来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尊敬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副校长是保教勉先生他是这个沙特阿拉伯麦地伊斯兰大学伊斯兰宣教系的学士，所以他们是真正在他们的一个国家里面真的留学过，然后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考试跟认同那这部分是值得我们去给他们推崇。那现在我们是介绍一下我们南华大学南华大学我们的所长于凯文于老师那我们的李校长老师他是哲学博士，他专攻南传的佛教还有一些哲学的意义再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何建先生何老师他是留学这个印度哲学博士他专长是哲学、印度学还有佛学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陈义先生老师
他是我们学校的助理教授，他专长是基督天主的一个宗教思想，还有宗教社会学这部分也是我们去学习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教长准备一些资料，那也要附赠书籍那就是我们教长，这时候我们就把要送书给我们的参考了。这个是石子洲教授是一本百家，他是以近代科学来讲，行业那因为这本呢是我在金门做的一个讲义那送给教授因为这个是金门市有的，然后金门市的一个警戒，这个送给大卫教授，作为这个学术上的一个纪念品。他上课来对整个就是讲身份的记忆那下面这些是送这个。可能。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是找一个人帮，现在把它发下来。可能是。可能。这个等它相机烧下来，烧一下。
家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如何。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样的社区型的一个资源的话，它们提供的没有生活的课程，或者说宗教的课程，来作为给这个艺人区这种区会的文学系的场所。好，不然这是比较属于一种社会性的观察，这样有那么难想到。好，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一般要它是一神论的宗教。好，那关于一神论的宗教如何在台湾的多元的民间信仰之间进行对话？毕竟在台湾是有所知，它是一个非常多的这种宗教的这一种地区，光是西南路跟东南路有好多不同的教派在这边。好，它这个会不会有其他教派在跟想进行对谈？那如果有的话，有这种对谈模式要怎么进行？目的又是什么？都是我比较想知道。或者我应该要做一个这种解剖好像问题。补充一下。好。那我们是请这个我们的调查最后给我们做，还有就是说关于我们刚刚所讲的做几个比较属于宗教社会学相关的这一部分的话，请我们教长要做一次最后的一个总结，谢谢。基本上如果是这个教授需要这个古兰经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提供作为这个学术的研究。那古兰经呢，需要数学，数学就需要一般的，要具备一般的基本知识。如果是教授也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古兰经。当然，现在基本上介绍各位一个就是说在网上呢就可以看到不同方式的古兰经。它是香港的一个网站，去过那个点就是点赞，然后点播案及 HQ， 一个网站是最好的网站，目前有是在这些资讯。至于说清真寺的经费的来源是早期的话，因为台湾跟沙特阿拉伯有邦交，这些友国也比较好富有但是在1980年的话，80年的时候，沙特跟我们断交了。但是虽然断交，但是对我们非常友善，因为台湾80%的用的油不是来自沙特阿拉伯。有一次我问那个中油的这个梁朝伟，有一次聚会我问他说，为什么要买沙特的油？这几年是油价上涨，油的问题这个行政院长是蛮的好，因为这个沙特的油所以台湾80%的油是来自沙特阿拉伯。那这些国家跟台湾已经断交了，但是有一些就是跟我们邦交的时候它最做新的是它出了一半的资金100万在外面，但是断交以后这些资源就没有。那我们台湾就是说大家都是军公教都这样自给自足的来撑这个经济，它经费在外国的工作很少，几乎都没有断掉。那我们这个跟这个社区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就是说，像这些外劳像社区如果他要办活动我们清真寺都就是让这个资源分享社区会来办。那至于说我们对社区的一个关怀那基本上的话，现在还没有排这方面课程。那现在我们对外的宣导的一个管道是有大学像那个东海大学、经济大学跟那个皇家大业，就是说我们会跟他们合作办一些讲座，艺术的讲座那社区这一方目前还没有开办。那台湾是属于一个这个民间信仰的道
那基本上的话，这个医生叫不败主席，这一点的话，他们听着不感兴趣因为不败主席好像不孝引播出来。那我们知道第一个传教士来到台湾来传教，就是说不能拜祖先，好像是在这个马街、英文马街神父这些看来说，台湾人的民间信仰都不能接受，都不能拜祖先，所以说呢，好像第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道士是基督教我们也不可以，所以说呢，对我们为了这一些问题，所以民间信仰基本上是要拜祖先，回教、基督教、犹太教不能拜祖先。那这个问题呢，是一般民间的信徒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会用一些方式，就是说你父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教训，但是他会跟你们会用祈祷，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能够认同能够认同皈依的一些东西那基本上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互动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说的。可能台中清真寺宗教看法，宗教参访。我们都提早来了，嘿嘿，我们都提早来了，很多还都在路上呢。
爱情新歌。
听说